今天是2005年1月29号。藏文课该讲动词了。动词是我不知道其他语言了，咱们顾不上总结啊。动词是这个我们学习的重点。把动词搞清楚了，很多微细的差别啊，你就掌握得很好。其他的你再往后边什么形容词、副词都是一些附属级东西，你那个理解差一点啊，对整个句子呀影响也不是大。但是这个动词呢，有时候会对整个句子的理解那个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动词你要是搞透了，你这就算把重点就攻下来了。咱们在动词上要多下点功夫啊。下边咱们来看40页第5章动词，这是整个语法里头的碉堡，咱们把它攻下来啊。第一，他说动词的种类，现在它分了6类，这个是根据意义特点分6类，咱们看一下啊。第一种动词叫判断动词，就是是不是，判断是不是。引拉，常用的就是判断就是判断是还是不是。这个不是了你就码音，就加一个麻，加一个否定的就行了，麻辣，麻辣就加一个就行了。判断动词这是最简单的。第二种动词呢叫存在动词，存在动词就是有没有，前边那个是不是，这个是有没有。这个动词呢多，这个动词一会儿他举例还可以举出一些来，咱们先看这个最常用的啊，约、读、气。约跟气就是一个存在，有在存在，就是这么一个比较这样的意思。这个读还有那个就是在那待着坐着那个意思。这是2个比较简单的，下边复杂一点的了。第3个叫动作动词，就是主语做什么动作，这个大概是量最大的。大，谁看？血，杀生啊，做这些动作。捏，睡觉。这是动词里头的重点，实质性意义的动词都是指这个。下边啊，叫情感动词，第4种，就是主语呢这个发生这个它的情感上的变化，这也是一类。这个咱们经常看到啊，这个喜欢不喜欢。戳，这个还是第一次看到哈，但是这也是常用词了。咱们众生一个会贪，一个就是戳，就嗔，这就是那个嗔。这个实际上呢，所有的贪也可以说成是嗔。你说，你比如说饿了，实际上这就是个嗔心，就不满足、不满意，如果简单的说，嗔是不满意。所以这个戳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动作都可以说成是戳，就是贪都可以说成是戳。这个印象要深一些，戳就是嗔。这个你时间长了，感觉这个戳好像就跟嗔有关系似的。诈，这个学心经也学过。这个诈就是恐怖、害怕、畏惧。这是情感动词，就是描写主体啊、主语这个情感变化。第5种呢叫变化动词，这个不多，但是呢很常用，很重要。第1个词儿是最常用的，叫鱼，这个最常用。它的根本意思就是变化、变动，这个这就是它的基本上就是转变成由什么转变成什么，变成什么。然后呢做名词的时候呢，当然也可以变化了什么。做名词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常用的就是什么译文、译本，就是翻译的这个译文，就是从一种语言转化成另外一种语言。比如像甘珠尔丹珠尔，翻译过来的译本，翻译过来的佛语，翻译过来的论。恰，这个是形成，就是由什么情况下形成另外一种状况形成。变化动词不多，但是很常用。6是趋向动词，就是移动，去呀、来呀、走来回这个走动，这个趋向，有这个朝一个方向移动的这一类的动词。第1个是着，这是很常用的，就是走。这个옹是来，
着是走去，红是来，涌也是来。这个翁呢，来是比较单纯一点，就是指来的意思，过来，往自己这边来。这个涌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比较广泛一些。一个意思，还有一个就是发生变成。这个，再一个呢，它经常用它跟其他动词组合，它来表示这个未来时的意思。就是你翻译的时候就可以翻成将会，将如何，会如何，这个涌呢用法广泛一些。经常它就表示将要发生的什么未来要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是从意义上分6大类。这个动词，它在下边讲的时候呢，那个会分类来讲。下边一个，又是从语法特点上，可以从3个不同角度分类。这个呢也很重要。有一些呢咱们熟悉，有一些就藏文有咱们不熟悉。咱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分类，它从什么角度呢？从及物与不及物，这个咱们熟悉。就是一个动词啊，它有的是及物动词，有的是不及物动词。什么叫及物动词呢？就是这个动词呢，它这个书上后边讲及物动词的时候有那个定语，我念一下，你们先不要记。他说，这个动词能够带有受动意义的那个直接宾语的，叫及物动词。我给它简化一下，就是说，直接涉及被动者。你看，就咱们就按它那个及物动词哈，你就是说什么叫及物动词？你这么记，就是直接涉及被动者，能挨着东西。能挨着东西，对。那个直接那个有接受者是吧？涉及到直接是个接受者动作。有接受者这个就模糊了，有接受者它有很多间接的，比如说我给你一个东西哈，你是间接的那个宾语，它不算，就是有直接，它这个动作直接涉及被动者，所以我总结他这句话就是及物动词是什么？就是直接涉及被动者。你比如说笑，我笑，我笑就是我主体，我不涉及那个被动者是吧？表示我的那个主体的变化，它不涉及那个就是不涉及对象，所以呢，及物动词就是直接涉及被动者，或者叫受动者，这样来记这个。就是定义，给它一个精炼的定义。你一记说这个是不是及物呢？你就用这个判断，直接涉及被动者。咱们来看他举的例子啊，看你一定要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对吧？看就是目的就是为了看到一个对象，那眼见色嘛哈。血，你一定要有被杀的对象，你才能产生这个杀的动作，否则的话那成了那个哑剧表演了哈。年，听也要听的对象，所以这都是直接涉及这个被动者，就是你要杀谁，你要不是杀什么东西，杀贪嗔痴啊，你就要有一个被杀的对象。不及物动词呢，就是什么呢？它不直接涉及一个被动者。你比如说看他举的例子，着，走，自己走，它不涉及别人，主体自己动，描写主体的存在状态，它不涉及不涉及这个第二个东西，不涉及被动者。眠，睡觉，主体睡觉，描写主体的状态，没有直接涉及被动者。嘎，都是主体，描写主体的状态，不涉及对象。这就是不及物动词。及物动词一定是主体再涉及一个被动体，一个受动体，一定要有两个东西。这个比较好理解。第二个，这个是藏文特有的，叫自主与不自主。这个好像还是韩老那个考察语言之后他提出来的概念，就是你怎么概括它的定义，这个很重要。就是语言当中有这么一种现象，你从里头去体会了之后呢，用一个很精炼的定义，把它的那个叫自性，不变那个自性给找出来。现在这个自主怎么定义呢？我专门去问了周老师哈，他说就是什么呢？能控制跟不能控制，就这样定义。当然它是指的这个主语了，就主语能控制，能控制为自动，主语不能控制为不自主。你就用这个方法来判断。咱们来用具体的这个动词来看啊。你看这个自主动词，哒，看，你看不看这个东西，你可以控制。我看，我不愿意看就不看，对不对啊？你看下边咱们对比，下边不自主动词头一个通是看见的意思。你看见看不见，
可不由你那个控制。你比如说，我想看星星啊，你出去了，有那个云彩，或者是那个今天那个天还没太黑啊，你就看不见。哎，看见看不见不由你控制。但是这个看见是不是觉得好像我们那个看见这个大千世界哈，也是不由我们控制的，被迫的，因为你有这业力显现，它就必须。对，就是说你看见看不见呀，是不由你决定的。哎，就这个意思，你就体会它。看不看你可以，我闭上眼不看那可以，哎，看不看可以，那是自主动词。看见看不见，那就是不就成不自主动词了。你看再来第二个词啊，血，哎，杀不杀完全由你自己决定，哎，完全由你自己决定。撵，听不听由你自己控制，对吧？但是呢，你看下边那个第三个狂，听见听不见又不由你控制了。我想听你说什么，但是呢，你是噪音太大啊，或者是什么原因，听见听不见，那个是客观决定的，不由你控制。所以呢，他这样来区分这个。但是这个自主不自主很有意思啊，对藏文这个文法的影响还非常大，概括范围非常广，所以它那个概念还非常重要。再看第四个自主动词着，哎，走，你走不走自己可以控制。什么样的还不能控制呢？咱们看下边啊，说看见看不见，听见听不见，不由你自己控制。还你看气，哎，死这也不由自己控制。我不想死，那你没办法。下边 live 到达，就是说你走不走由你控制，但是能不能走到，这不是这个就是说由你决定的，哎，就是有客观的礼数啊、称工具啊什么很多限制。所以呢，就是咱们来培养的一个概念，就体会说什么叫自主动词。主体主词能够控制的动作叫自主，主体不能控制的动作叫这个不自主。下边还有第三类分法，语法意义上叫使动与自动。什么叫使动呢？就是能使那个被动者、受动者呀产生动作、产生变化，能使受动者产生动作、产生变化，这就叫使动。能使你要就跟那个及物那个有点类似的地方，就是说它有一个对象，它这个动作能够使那个受动者呀发生变化，哎，这叫使动，使对象发生变化，使动。这个自动呢，就是没有对象，它就是自己发生变化，就是自动，哎，不使对象发生变化。咱们来看具体的词儿，使动里头有主，就是完成。注意啊，它这个使动跟自动啊，经常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带上加自撒是使动，不带上加自撒是自动。就是自动动词呢，加一个上加自撒就变成了使动，它有这么一个大概的这个规律。你看这个主加这个上加自撒之后呢，就变成什么呢？就是使它的对象完成，就成使动动词了。你看自动动词头一个也是主，它呢不带上加自撒，它就是自动动词。自动动词就是什么呢？就是主语完成了一个动作，哎，主语完成了一个动作。再看第二个，举儿，跟这个下边自动动词的这个读的音是完全一样的，也是举儿。两个的差别就是什么呢？一个有上加自撒，咱们说了，有上加自撒的动词啊，一般都是使动动词，哎，有对象，使对象发生变化，使这个被动者发生变化。这个没有这个上加自的，像这比如呢，就是变化是什么呢？是主词发生变化，主语发生变化，主语自动，哎，自动动词，自己发生变化，自己变成了什么？哎，还有这个使动被动的。再看下边还有一个词儿，决，这个常用词，使断、砍断，这个决断，做出决定，断案子啊，这个词用的很广，决。使断就是它有一个对象，它使那个对象啊断，比如说我把一个棍子给它砍断，就是使断，使受动者发生变化，哎，发生动作发生变化，这叫使断的。然后看这个自动动词最后一个是确，这个是什么呢？是主词断，自己断，哎，不是使对象断，是他自己断，这就叫自动动词。好，这三对概念要把这个定义啊，这个体会记住，哎，一看这个名词就能想起来它的定义，然后到一个具体的动词呢，这个
咱们再具体来分享。下边根据能否与其他动词连用的特点，动词还可以单分出一小类助动词。这个其实各个语言里头都有，就是助动词。说你比如中文里头要，我要学习，我要吃饭，那个要就是个助动词，就是说它表明我想干什么，后边它发生那个再跟一个动词。它这儿这个概念好理解，咱们来看它的那个助动词啊，这跟我们那个各种语言里头都是相那个对应的。to 是能不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有没有能力做。女也是能，这个就是有没有能力，能不能做到。撇这是敢不敢，敢不敢一定后边跟一个动词，敢不敢干什么，能不能做什么，所以它都是那个助动词，都是一定要跟一个动词结合起来。下边一个别要，这个要是需要，咱们前边见过，就是它一定跟一个动词那个结合起来。你当然也可以这个就是就是说句子上省略。你比如说你能不能说能，这就是一个能的，但是呢它一定说我能做什么，其实它隐含了一个跟一个动词结合。这个需要咱们学过，后边这个错这个可能没学过，这是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做什么。这一部分呢，就是让咱们对这个动词的分类呢有个概念。好，下边它会这个下边的语法会用到这些概念。下边第二个动词的构成，咱们来看啊，单纯动词都是单音节的，就是一个动词一个音节。咱们来看啊，搭、着、嘎、引、约，咱们都那个学过。搭是动作动词，着是动作动词，嘎是情感动词，引是判断动词，约是存在动词。然后这个合成动词都是由名词词素加动词词素构成的，二者不连读。这个就是整个是个动词，但是这个动词呢是由一个名词跟一个动词做成的，这个合成的。这个一个名词一个动词呢，它有两种关系，一个叫主谓式儿，一个叫动宾式儿，就是一个主语跟谓语，一个谓语跟宾语。咱们来看一下，我擦是脸，擦是热疼，脸发热，那个害羞了，知道羞耻，知道这个害羞了。你看它就是脸是主语，擦是动作是谓语，脸发热，脸红了，脸热了，我擦，很形象的，这就是一个动词，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擦，那个我这个害羞了，这是主谓式的合成动词。下边一个，这个我擦咱们说过也是很常用的啊，辩论败了我擦，这个一切，一意就是意识，一意就是意识，切就是相信，切就是相信。这个意识，咱们不说那么，其实它这个意就是心意识，都是那个就是代表那个人的精神，你这个人的意识，我这个人呢，我相信，意相信，那就是相信，就是一个主谓形成的一个整个一个动词词组，一个名词一个主一个谓。再看下边一个果壳儿，果是头脑袋，坤儿是转圈儿，对，是这个绕弯子绕圈儿。咱们讲过这坤儿是一个是运转、绕圈儿、轮回，生死轮回也是坤儿。名词呢就是众生就是轮回众生都是它。脑袋转圈儿，脑袋这个晕了就是迷糊了。主谓脑袋一晕一转圈儿，迷惑了，不清楚了，脑袋转圈儿。最后一个是略东，他这个说了是这个呢是不连读的，就是主谓跟动宾都不连读的。可是觉得好像连读了舒服哈。不连读的话，你第一个就得发去声，就是略东，略东。如果要连读的话，就发平声。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家随便掌握吧，这个不太重要哈。你像那个一切，你要是不连读的话，就得读一切啊。你要是连读就是一切，就很省劲儿。它这个反正语法上是这个可以不连读的，但是我觉得连读这个略注意啊，
不带那个撒，咱们也讲过，也是心意识，也是心，两个意思，一个是心，一个是主意，就是出的主意，想的办法，出的主意，两个意思。罗就代表心，就实际上心就代表人自己哈。动就是那个，咱们也讲过这词儿，派遣、发出、给、布施，它有很多意思，有很多意思。主要意思就是派遣、发出，给、布施，舍去、舍掉，这主要这么三个意思。说心布施了，牺牲了，这都是主谓结构的。用心布施，用心舍了心了。这是合成动词的一种，叫主谓。下边一种呢，动宾，就是谓语跟宾语合成的。咱们来看啊，果果果还是脑袋，后边这个果跟那个前边那括可不一样了。这个果是带上加字撒的，它是什么呀？是使动动词，它是使这个宾语来发生动作，就是使一个脑袋啊转起来。它的本意也是转圈，它的本意啊也是这个也是转圈。它有什么意思呢？是扭转，这个环绕包围啊，把一个东西给包围起来，扭转旋转。所以它这个果儿的这个基本含义也是转圈，但是它是使受动者转圈。对，它开动别的，扭动别的，让别人转圈。它是一个使动动词。这个不是所有使动动词都带上加字撒，它大概有这么个规律。所以你看它这个一成了什么了？成了动词在后，宾语在前，就是前边不是主语了。它是使脑袋转圈，使别人的脑袋转圈，这叫什么呀？这叫欺骗，就是把别人给转晕了，把别人的脑袋给转晕了，就成欺骗了。那自个的脑袋壳儿呢，那就是晕了，那就是迷惑了，自个儿迷惑了。所以这就是这个使动跟这个自动的作用，很形象。果下边一个啊，着舵，反正我是觉得这个连读了舒服，咱们就现在要不连读呢，就是着舵，这读起来觉得别扭。咱们来看意思啊，它这个着啊，那个着是什么意思呢？是铃，一个命令的令，一个羽毛的羽，命令的令右边一个羽毛的羽，铃子就是那个带那个茎的羽毛，铃子，对，有那个就是有那个插把的，铃子，对，是这个东西着。这个鸟，你实际上就是鸟的羽毛。这个夺这个词啊，咱们可要特别的加以重视。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是拴上、系上、安上、挂上。你就是你反正拴上，你系上、安上、挂上，就是把一个东西啊给绑到另外一个东西上。咱们佛教译为什么呢？叫假安立，假立就是这个词儿，就是说这个原来这个地方啊没有这个东西，你呢给它拴上一个，系上一个，安上一个。对了，你还可以系安上，就是说这个地方没有这个，你们这个架子上没镜头，你可以把镜头安到这上边，就是本来没有，你硬给那个安个东西。所以佛教用这个词儿啊，就假立，在这个藏文里头，它就是假立的意思。比如说还有一个起名，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起名。藏族说这个给孩子起名啊，就是多，给他安个名，给他记个名，拴个名，给他安个名，就是假安立，硬安一个，这很形象的。这个它的这个咱们以后讲了这个动词的变化再讲吧。这是它的这个现代时，它的过去时呢，就咱们现在就不讲了，就是记住这个夺。咱们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着舵就是着是铃子，舵就是插铃子，往插铃子，插铃子是什么？装相呗，就是叫鼻子里头插大葱装相，就是那个意思。插铃子，本来你不是鸟啊，插铃子装鸟，或者你不好看啊，插铃子打扮想那个漂亮，用在这个这个语言里头就是什么意思呢？它这上边说的是夸张捏造，就是本来不是这样，你把它夸张成这样，给捏造。还有什么呢？虚构、污蔑。它的那个自性，它的这个核心抽象出来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以无为有，就是原来没有，你给它
假案例嘛，就硬给他说有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意思。在佛教里头还有一个词就叫增益，增益，增加的增，利益的益，增益，这是佛教很常用的词，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如实，如实见是正见，结果呢你呢不如实，就是不是有什么就有什么说有什么，没什么说没什么，是增益，没什么你说有什么，比如说根本没有这个万法，五蕴根本没有，五蕴皆空嘛，我们呢就说有五蕴，你看这不就是以无为有，就是插零的，就是这个假案例，就是夸张、捏造、欺骗、虚构、污蔑，这是一个常用词。咱们辩记所知性的那个辩记啊，就是这个词儿，就是什么叫辩记？就是假案例，就是本来没有，他硬给人家那个硬说有，所以辩记所知都是不存在的。辩记的记是这个记，不是记表的记。对，就是这个，就是记上安上假例，就是这个。对。所以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下边正啊，嘎撅，嘎是话的敬语，撅是说的敬语，说话，这个尊者圣者说话，这个高贵的人说话就嘎撅，这也是一个这个叫动宾结构的合成动词。最后一个也熟悉，恰切，恰是手的敬语，猜呢是做，就是做一个动作，做手就是使手动起来，就敬礼，使手动起来。这个猜也是一个敬语，把这个合成动词咱们念一下吧。我擦，一切，果块，略东，果块，左舵，嘎撅，恰切，都是常用词，不错。下边看啊，说在词典中，注意啊，在咱们查这个词典的时候啊，和称述动词是，就是说，我说哪个动词，它不是干巴巴的就说一个，比如说搭啊，他看，他不是说就说搭，他要这个在词典当中呢，他把它作为一个这个就是动词的那个来提的时候啊，它是以动名词形式出现，是把它名词化了。你们搭吧，他就说搭吧，搭吧，他就那个，对，他就把它名词化作为一个，然后名词化之后呢，你就可以在它上边啊，说这个词怎么样加什么，你都可以对它就是作为一个独立单位使用了，就是那个意思。在词典当中也是这样，这个动名词它就需要加一个后缀。加后缀的时候呢，无非是八爬这两个。八爬呢读轻声，动词都是这咱们前头讲过，名词是八爬是读这个连读的，这个动词它是不连读的，这个动词单独读，然后这个带个轻声。是加八还是加爬，受前边那个音节后加字的制约。后加字为这些的加八，这是大量的。加爬的呢是少数，加爬的是什么样情况下加爬呢？是拿、ra、拉、啊和没有后加字的加爬。你比如说那个刚才说的看那个搭没有后加字，它就是搭哇，就加那个爬。这个所以一般呢你就记什么呢？就记那个少的，你就记后加字是拿、ra、拉、啊，跟没有后加字的一般是加娃，剩下的全是八，你就不用记，记一个就行了。这个呢，你就经常看的时候就做一下意来看一下啊，你记不住关系也不是太大，因为如果让你写文章，这就有问题了，是吧？你就得记住。咱们呢是为了这个读经，这个就是你就尽量记吧。下边来看一下他的那个举的例子，就吧，这个呢是使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然使破就是使动词了，是打破、砸碎。驱除，还有一个意思是降低、减去，这个就，打破、砸碎，这个驱除就是那个去病啊什么都可以，然后降低、减去，就是减法的那个减去，把这个减少，这是这个词。下边一个词呢，倔吧，咱们刚才也提到了，你看前边那一页最后一个词就是倔吧，使断。这个词呢是常用词，它的意思很多，它的基本含义是杀、砍、中断、
这是它的主要意思。撅吧就是杀砍中断，然后阻塞中断由你阻塞给它挡住，然后有消灭，还有一个比较抽象的意思是决断，就做出决断，做出决定，断案的刚才说的决断。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其他的意思，比如说办理、寻找、分析、研究，什么跨越，有很多的意思。这个词是个常用词，基本意思是杀砍，然后呢中断，消灭、决断，基本上主要意思是这些。这个第三个词呢是敦巴，咱们学过。这个敦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给看，展示给别人，或者是表现给别人，显示给别人看，让别人看，给看。然后它另外一个重要意思就是说就是给看，说就是把你的意思表达给别人看，所以它有显示的意思。韩老经常一显示，这根据那个句子的那个意思来这个怎么传神怎么来这个意了，你要体会它的那个自性啊，体会它的那个就是不变的那个核心含义，就是给看。这两个字总结的很好，对。下边一个词儿，特把，他这写的是争斗，实际上那个字典上一查呀，主要的意思是战斗，就是打、冲、扑，是这个，反正就是斗争吧，就是，既斗争也比较平常，争斗也很好，也总结的不错，就是战斗，打仗啊。下边一个也是咱们的常用词，国文吧，修习就是修行，修行，这个咱们修行人嘛，就是这国文吧，这是常用词，修所成地，修习，修所成会。下边一个学吧，需要咱们学过。下边一个东哇，那个注意动词后边的那个后缀啊，全读轻声，动词单独读。东哇呢，这是它的现在时，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派遣、发出、舍去，这个布施，给出去。它的那个这是现在时，它的过去时跟那个未来时呢，把那儿去掉当，咱们前头出现过，那个上师派他的一个徒弟去他家乡看一看，就是当是吧？大二当，去看一看是吧？大二当，这是一个常用词。下边一个是带吧，这个就是给，这个给呢还有什么呢？喂就是喂养的那个喂，哺育喂，这个发放给，就是一个是给，一个是喂，看来可能用在这个动物给小东西喂食上，哺育，给。下边一个是决吧，这个是他写的是进攻，这个主要的意思啊是辩驳，就是辩论当中啊反驳对方，或者也可以说是他说是进攻攻击对方，也有这个跟上边那个词似的，有斗争、抗拒，他经常用在这个反驳对方，就是辩驳上边这样的进攻，口头上的进攻，文攻，下边一个达瓦，这个达瓦呢，它是追赶，它的这个原意呢，驱逐、逼赶、追赶，追溯、追根溯源、追溯、探求，也是很多意思。最后一个是达瓦，我又读成那个名词了，它有时候是当名词用的，当动名词的时候就大瓦，是常用的。看，咱们读一遍吧。因为看不是四声，但是它动词就是这样特殊的。你说什么？就是它名词动词就是在音上的区别吗？读就是这样在音上的区别，在句子里头究竟是当什么用的？你去看它那个成分判断。因为现在我看就是这个读达拉是它的标准规范的，因为它搭上加拉嘛。就是达瓦，
就是为什么你会在名词跟动词读出两个音呢？就是它规定就是这样，就是名词是连读，读成双音节词，动词呢就是不连读，就是因为动词这个后缀啊是纯粹是为了把它变成名词加上去的，跟它就是不是它本身带来的东西。动词本身它就是一个单音节嘛，强调动词本身，强调动词本身，把动词跟名词区分开的一个方法，就是动词就是光单独读前边，后边再读成轻声。这个在拼音教材的时候咱们就有这一条就讲过，所以动词都是把后边读成轻声。咱们来读一下啊，在句子里头一直咱们也是这么处理的。coba bomba， 然后下边啊，geba， 东瓦，deva， geva， dava， 下边合成动词以名词形式出现时，将这个巴爬加在后面的动词词素上，受缀。这句话呢，就是说什么呢？前边说了这个就是究竟是加巴还是加爬，由这个后加字决定。说这个如果是合成动名词出现之后呢，也是看这个就是最后一个字的后加字是什么来决定。这是动词的构成，一个是单纯动词，一个是合成动词。合成动词呢有这个叫主谓式、动宾式，主要就这样讲这么一个。再一个讲了一下它的读法，读法就是巴跟爬都是读轻声。下边讲动词的用法，动词的用法呢，咱们看啊，这是一个总的介绍，就是总的对动词用法的一个概念的介绍。后边它还会一类一类动词详细讲。咱们看一下它，这是一个基本概念介绍。咱们来看啊，动词在句中可以做谓语，对主语加以陈述。谓语、主语、宾语之后，就是动词是在主语、宾语的最后，一般都是在一个句子的最后。咱们来看例子啊，普木拿人，普木是姑娘，拿人这是一个动词，就是说。这个说是特殊是什么呢？它就用在前边，跟咱们汉语一样，就是说的东西在后边。你像其他的说，它都是先说的话，它这个呢是放在前头的，就好像谁说，就谁拿人是分开读，分开读。普木拿人就是姑娘说，说什么呢？在后边，跟汉语习惯是一样的。下边啊，哈莫是我，咱们说过这个我呢，也可以指我们，可以指复数，也可以指单数。这个哈莫是天女，哈是神了，神女、仙女，随便你去翻去了啊。后边啊，乌玛得位，乌这个上边这个字母念什么？写不就上边那个基字念什么？啊，这是最后字母表的最后一个哈啊，一声啊。如果有东西跟它结合的时候，念就是直接念其他音，它就没有音了，所以它跟写不就一结合，就直接就发乌，就发韵母的音，就直接发韵母的音。这个是很少用的这个词儿，这个基字啊。乌妈，这个乌妈是什么呢？乌妈它这是一音，就是乌魔，这个就是大自在天，这就是从梵文直接译过来的译音。这个得哇呢，也是从梵文里头直接的译音，就是它不是藏文的意思，它是个译音，就是梵文就发这个音，就得哇是什么呢？就是天。得哇就在梵文里头就是天的意思，就是龙树的大弟子叫提婆，就是得哇。你看得哇，你看这个你要是译音，你看如果按藏文是提是吧，就可以译成提，爬就可以婆，爬哈婆，提婆，就是它是梵文天字的直接译音得哇。乌玛得哇就是叫乌玛天嘛，就是什么？就大自在天。
乌摩天这个天女前面还有一个天女哈，乌摩天女，乌摩天女是谁呢？就是大自在天的老婆，大自在天妻子，就是乌摩天女。所以这不是一般的天女，就是欲界之顶的这个，就是最高的这个第一夫人了，这是欲界的第一夫人，乌摩天女。下边啊，幽摩隐，幽摩隐，这个哟是什么呢？就是奴仆，哟就是奴隶奴仆，摩就是那个女性化的那个词尾，就是女仆，隐就是是，就是我看到最后是，我是什么？是前头都是宾语。我是什么呢？我是这个哈摩乌玛德维，就是乌摩天女，乌摩天的天女的使女，侍女，是吧？就这个意思。这个呢，就是如果从语法上，它就用了一个判断的动词，就是我是谁，说我是一个侍女，就这个语法很好理解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谓语的这个使用。咱们来念念这个句子啊。普木那人，普木那人，爱哈摩乌玛德维，幽摩隐，爱哈摩乌玛德维，爱哈摩乌玛德维，幽摩隐，幽摩隐。姑娘说我是乌摩天女的侍女。这个再来看第二句，说却了龙觉曰，却了龙觉曰，这个却是你，拉是在你那里，就是余格，在你那里，曰就是有，这是一个存在动词，在你那儿存在什么东西呢？宾语在前头，龙觉。拢觉是什么东西呢？咱们先这个拢觉呀，就是享用、消费、利用。他那个韩老直接就享用，他所享用的东西也可以，所以呢，他就成了财富，就是你所享用的就是财富了，也可以物质财富，也可以精神财富嘛，都是你享用、你消费的对象。这是拢觉，这个。这拢觉前面学过，那个母后。那叫母后喜财，母后是拢觉了，是好像是拢觉了别，拢觉了别，对。如果这两个词呢，这个龙的基本含义是空闲，龙的基本含义是空闲。这个觉咱们那个这个词常用，咱们那个在心经里头，觉吧戒本哈觉就是想行菩萨行的人，是修行的行为的行，这个觉呢，基本含义也是享用，还有意思就是行为、行动，做动作。所以这个觉呢，也就是可以做修行的行，菩萨行的行，这个是个常用词。它俩一合起来呢，就是刚才说的享用。如果做名词，可以表示所享用的东西的财物。说你那里有财富，下边一句。阿拉龙觉梅，阿拉龙觉梅，阿是我，阿拉是在我这儿，在我这儿呢，龙觉梅就是没有财富，但是这个后边还有一个塞是说，这个整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来这个叙述，就是说你有财富，我没财富，实际上是一个那个，对，重复对方话。就是你看这个口气带有讽刺意味的，带有不同意味道的，说什么他有财富我没财富啊，什么带有不满意情绪的，是这样一个句子。对，就是这个意思，对，这是一个引用语，咱们来读一下啊。克拉龙觉曰，阿拉龙觉没塞，阿拉龙觉没塞。说什么你有财富我没有，这个呢就是用了一个存在动词，就是有或者没有，它这个是也有也有没有，所以选了一个句子就是存在动词。存在动词注意它的主语呢要用余格，
就是在谁那里有还是没有，用拉，有时候用然，都可以。第3句，劝你得玩虐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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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还是你就是一个强调，你呀，你呢，你呀，就是一个强调。得玩就是那个安乐的、安详的、安全的什么，反正你根据那个，它基本意思就是安乐。你根据这个句子的需要呢，去那个译相应的词。虐是这个睡觉，这个是在拼音教材一开始就学了，虐是睡觉，年也是睡觉，虐是现在时，年是过去时，这个虐就是睡觉。习是这个也可以说是命令式，也可以说叫祈使句的语气词，这个就是睡吧，就是这个让对方做或者请对方做，你呢，安乐的睡吧，他这译的就是安心睡吧，这译的很好，你放心吧，你好好睡吧，劝你得玩虐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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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边一句是空nam讲，空nam讲，空是他，nam是门，复数，他们也，他们也干什么呢？动词就跑到最后去了，这个宾语就跑到前头去了。咱们按句子来读啊，努尔芒杜，努尔芒杜，萨索，萨索，努尔芒杜萨索，最后是动词是萨，萨是什么呢？萨就是积累，就是这个积累、收集、集中、集起来，它的核心就是个集字儿，就是集在一块儿，搜罗到一块儿。还有这个发展呐、造作呀，一些其他意思。基本含义就是攒，就是一点点攒积累。积累，然后积累呢，前边是个图，那就是这个拉丁了。拉丁前边是忙，忙是多，积攒成多，积攒变得很多，就是那个记体页格哈，积攒了很多。真正的宾语还在前面，挪儿是这个财富，挪儿是财富，宝贝财富。他们也积攒了许多财产。这是《米拉日巴传》里头的。这个这个我昨天也问周老师了，这个后边这个米，咱们不是说嘛，它是一本书的这个一个代词，这个代词在哪儿找呢？周老师说这本书后边有一个附表，最后一页是例句出处说明。米说米拉蕊贝，那么他不是传记嘛哈？这个我也问了一下他的这个就是每本书的那个汉语的传统的译的名字，以后咱们有时间呢，我再给你们那个详细介绍。另外我看那个政委今天拿了一本叫《汉藏译什么教程》互译教程，那也是周老师编的，那个上边也就有这个藏文有汉文，对，有对着的。他说你可以照那个看一下，以后咱们慢慢的在那个有空的时候，比如说一节课剩的时间多了呀什么，咱们慢慢可以对一下。这个如果是《米拉日巴传》里头呢，这句话就是说谁呢？就是说他舒服了，他们也积攒了许多财富，发了财。读一下啊，空nam讲，空nam讲，努尔芒杜萨索，努尔芒杜萨索。这个萨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动作动词，就是主语做一个什么动作，做一个积攒积累的动作。像这个倒数第三句是虐是睡这也是一个动作动词，睡觉是动作动词。这是举了几个普通的例子，下边一个例子特殊一点。动词可以重叠，表示动作的持续进行啊。咱们这个以前学过啊，就是找啊找，对，缺哇来，这个找啊找就表示动作持续进行。咱们汉语里头也有这个，你看看，你听听，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咱们来看例句啊，说想吹脱节，
想推脱接，想推脱接，想推脱接，汤拉把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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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的名字长，这都是他的名字，所以有时候判断这个人名啊也是个问题。你判断短了，后边当成这个动词了，好去找意思去了啊，把他名字的意思当成句子的意思了。这个整个是人名，祥是舅舅是吧？这个在这儿呢，你看它下边这个义的呀，你注意看啊，祥它打了一个点儿，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祥啊是一个相当于这个藏族人没有姓了，他这个就是起个名字。但是呢，他有时候就像米拉日巴呀、米拉也形成了，好像形成他们家族一个姓，实际上这是他爷爷那别人送的一个外号啊。这个祥也属于这种情况，就是相当于就跟一个姓的那个意思似的，就是什么呢？舅舅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个皇亲国戚里头啊，娘家那一系的人带个祥，母后的哥哥和弟弟。反正就是皇后，娘家人，娘家人，对，娘家人。娘家人就是祥，带个祥，这很那个贵族啊，很那个光荣的，就跟那个德国人带个冯，呵，就高级了啊。祥，这是单独一个。然后这个人名字叫什么呢？吹脱街，吹脱街是什么意思呢？吹是什么呢？腕跟座哈，反正是比较好的东西了。脱街呢，这个脱是这个也学过，是这个顶，是那个就是那个屋顶。打雷这个那个雷霆，托苏姆多3层，就是托苏姆，托这个还有一个果实裸拓，就是那个猴子们吃了裸拓之后就是庄稼，吃了裸拓之后就尾巴也短了，毛也短了。托是那个托，是那个当屋顶头顶上，果实那个。节是什么呢？节就是那个叫主人、尊者、君主，节君啊，咱们节尊两个都是尊者的意思，就是人里头的这个比较尊贵的人。脱阶你看就是上尊啊，这个上等的这个主人尊者什么，反正都是脱阶，就是这个都是这个好词了啊，高贵的人了。是脱阶。然后汤拉拔，汤是平原，汤是广场平原，一大块平地就是叫汤，你可以躺着的，汤拉是在这个平地上了，拔主要意思是燃烧，还有一个是照耀、照月，这个爆裂、爆炸、爆裂什么很多意思了，主要意思就是燃烧，拔经常就是烧起来。所以这个咱们就是为了那个对这个藏文词呢多有一些概念，也不管他实际这个人是什么意思了，不去猜去了。这就是这个人的名字，不过能从名字看出来这个人是皇亲国戚了啊。想吹脱街，汤拉把你，汤拉给呢，这回巧了，他的名字汤，这回真让他汤了。汤是什么呢？就是平地了哈。这个拉就是在这个平地上啊，给呢，给是什么呢？晕倒、昏倒、昏迷，闷厥什么，反正就是这些，昏倒，晕了，就是这些。给呢，在平地上，给呢，晕到了地上，晕在地上呢，给呢就是晕了很长时间。要说光说给呢，那可能是晕了，又醒过来了，可能就给了。这给呢，这就是晕呐，一个就是晕啊，晕了很长时间。呢就是之后，就是接着下边的，晕了很长时间之后呢，醒了干什么呢？醒了，谢冷苏姆，谢冷苏姆，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单词字母表最后一个。这就是象音词儿，就是就是那个难受啊，叫了3声啊。邪就是所谓所云啊，就是他说了这三个字儿。冷苏木，冷是次回数，苏木是三回，3回是一个这个就是量词了，动词在后边。别呢，
别呢，别是什么呢？呼唤，主要意思就是呼唤。然后呢，称呼就是叫谁，喊谁叫谁称呼。还有一个招请，就是也是叫谁的意思吧，主要意思是呼唤，喊，呼唤有喊的意思。这就是用的这个喊的意思，就是啊连着喊了3声啊，你看他这个别就代表呢不是喊了1声，就是连喊3声，所以就用个别呢，连喊3声啊，又一个呢，之后怎么着呢？给呢西，给不是背后背面，这就是指的那个人的脊梁，背。给也学过，说那个造那个本尊像呢，如果用石头呢、土呢，就自然刺了；如果用木头呢，它又容易就容易开裂，就是这是一个自动动词，就是主语就开裂了，它那个木头就崩了，开裂了。这儿呢，它的背就开裂了。就是那个这个翔这个某某某的背呢开裂了，在背开裂之后呢就死了，吸了就，邪是所谓，就是所说，引发的意思吗？对，就是说它经常后边还有动词，就是你比如这儿吧，说喊了什么呢？喊了所谓的啊这么3个字，它本身是动词不是？本身是这个，我想动词对，动词。这个写本身也是动词。就是说说的、所说的、所云，就是标示所说的内容。那它不是动词。应该是动词。所谓所说的，它就是说，就是所谓，就是说，你看啊，喊了所谓啊3次。前边你比如说谢卡瓦就是叫做就是卡瓦就是说叫做所谓什么什么什么，就起个引号作用。整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想吃脱戒汤拉拔这个人呢，是这个晕倒在地上很长时间之后醒了，然后连喊3声啊，背就开裂了，然后就细了。咱们来读一下啊，想吃脱戒汤拉拔你。汤拉给呢，啊谢冷松，别呢，个给呢西，这是一句。这个呢，它就是说一个什么语法现象呢？就是说，如果动词重叠用的时候，代表呢动作持续进行，代表就是连如何？你看连喊3声，就是这个意思。他这是怎么啊？就是连喊3次啊。停一会儿，好，停一会儿。来，好，咱们接着来啊。42页最下边一句来看啊，还是语法现象，还是在说这个动词可以重叠，表示这个动作的持续进行，还是这样的例子。咱们再看一个例句啊。罗琼错摊看呢，罗是心意识、智慧、智力水平、智商，这个意志、心眼儿什么，这个具体的你可以发挥出很多。你像这个地方就可以说是这个智慧或者智商或者是什么这个心眼多少了。穷就是少，心眼少心眼，或者说智慧少，一般智慧吧，智慧少就是愚痴了，愚钝了，你看这就是你看下边译的就是愚者，笨人。错是什么呢？是这个方面是吧？方向，主要是2个意思，一个是方面，各个方面；一个是方向，冲着哪个方向。这个他儿呢是那个边儿，边儿。这个错他儿就是
各个方向边儿，实际上就是到处的意思。就是到处各方，全面，边地就是各个角落，反正就是主要意思就是到处，各方。秋分度，对，也是这个意思。秋分度就是各方，直接就是各方。现在它是各个方面，各个边角都就是到处的意思。说这个愚者到处干什么呢 ？Cam 是什么呢？很简单，流浪，俩字儿解决问题了。你看这个字儿也不稳当是吧？一个小角上边一大堆东西晃晃悠悠的，就是到处流浪。一看这个 cam 的这个发音也不稳当，到处就是流浪，很简单。说这个愚者呢到处流浪，这个乃它不一定是之后，它就是一个停顿或者一个后边会产生某一个结果，前边造成原因，后边结果什么，它这个意思是很多的。这个也是，你就说一个愚者他到处流浪会产生什么结果呢？他还是那个边儿，前边那个边儿，注意啊，这个是边儿的这个本来那个词形，就是这个马沃他，这是本来词形。前边那个马沃他他呢，那个就是拉丁，就是他在各方流浪，成了语格了。所以那个是那个把那个呢，就是说这个后加词是的加拉丁的时候，可以直接把这个改成因为这个没有意义。这个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两个字母，如果它要不加这个呢，这两个字母你不知道哪个是那个前加字后加字。当然这个具体这个可以知道，因为它不会做后加字，所以它一定是那个基字。但是呢，它就是两个字母的，如果两个字母的呢，它就后边加个边儿这个它麻呢是什么呢？麻就跟那个八爬的意义一样，就是那个一个名词化麻，就是那个意思，就跟加一个后缀那个意思一样。说边儿是什么意思呢？加上麻就成了这个最后最灭不了，最后就是这个最终，最后最终，他妈就是最末尾，就这意思。这个呢也是这个在最末尾的时候，也是语格，就是时间语格，他妈就是这个在最后的时候，下边是预备内属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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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是这个衰败破落，就是掉下来了，这个走向这个完蛋了那个，衰败破落，衰损，反正就是变得越来越虚弱，就是这样。预备就是衰败的，内是住处，就是处所地方。俗是拉丁，就是这个语格了。轰是什么呢？注意，这是下边是个哈呼轰，轰是什么呢？掉下来，用这个大白话就掉下来，用文言话就叫堕落，落下，就是大白话就是掉下来。轰就是什么？从高处掉下来，掉到一个地方。你看倒着看掉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掉到一个什么地方呢？它一个形容词，掉到一个衰败破落的地方。最终衰败破落。不是，它这个最终是指前边，如这个愚者他就到处流浪，就是无所目的的瞎混，到最后，但是时间上说，到最后他就会掉到一个就是破落的地方。这个地方呢，这是个具体的词儿，在这儿呢，他用了一个那个抽象的词来翻译，就是掉到一个那个地方，就得那么一个下场，衰退的下场。愚者，你看咱们还来那个用咱们的话来翻罗琼愚者到处看，就到处流浪，最后呢，他就会堕落到一个就是一塌糊涂的程度，就是一无所得什么的，就这一类的意思了。掉到得这么一个下场，落得一个衰退下场也可以。好，咱们来读一下罗琼秋他
罗琼雀摊儿，罗琼雀摊儿，罗琼雀摊儿，看看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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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儿举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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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苏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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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看一句，给吨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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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给吨，大家现在熟悉了。善事，这是那个太子，就是那个眼睛被他哥哥给弄瞎了的那个太子。米就是眼睛，善事眼睛，这两个呀，实际上等于是善事是眼睛的这个，不是善事是眼睛的了，主语还是善事。这个眼睛是跟后边是个词组，拿哇，拿哇，这是个动词，这是个动词，就光那个拿是个动词。这个拿这个拿哇这一加哇成动词，这个什么意思呢？发病、得病，发疼，疼起来，患病、得病，疼起来，一般病不是就疼吗？就是发疼，这个意思。拿哇就是善事呢，眼睛啊发作发疼，眼睛这个发作了，疼起来了，疼起来之后怎么着呢？马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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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马是否定，这个学是忍受、忍耐，也是咱们那个要修忍辱，那就是这个忍。还有那个四加行位的忍位，得无生发忍，也是这个，也是这个。学，所以也是一个常用词。忍受、忍耐，这个马学耐呢，就是不能忍受，是吧？不能忍受。善事的眼睛疼起来了，不能忍受，不能忍受耐呢，咱们说的那个，它不一定是这个，就是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成这个之后啊。实际上它就是说，由于这个原因造成后边结果。它不能忍受造成什么结果呢？注意这要改一个字儿，就是这个别不用动，别后边这个着，你在旁边啊重新写一个字，这是一个这个错字。这个字应该怎么写呢？就是基字还是一样的，还是这个卡染大，上边加一个上加字撒，上边加一个上加字撒，撒嘎不大嘎染大，嘎哪弱，着卡着，撒嘎不大嘎染大，扎哪弱着卡着，后加字是卡，二声的那卡。上边撒上边加一个哪弱，就是一个小鸟飞的那个俩翅膀一样。这个幸亏这个昨天啊，我到那个周老师那儿去了，他把全书的这个错字标什么，反正所有出错的都给我纠正过来了，就是他发现的啊，都纠正过来了。前边这个别刚学过，是叫喊，是吧？喊叫，叫称呼呼唤，喊人叫人喊。后边这个呢，着这个是什么呢？咱们前边也学过，就是学的不是这个，这是它的那个现在时，这个咱们学的是它的过去时，叫扎，就是把哪弱去掉，后边又加了一个撒，前边加了一个爬，那个就是那个我说的那个前加爬后加撒是过去时，他还把哪弱去掉，叫扎，就是什么呢？发声宣布，发出高声，大声，发出大声，基本含义就是宣布，你先记个宣布，朗诵。宣布朗诵，它的这个实际含义就是发出高声，这个现在这两个都是动词，它组合起来就是什么呢？就是先说后边这个动词，就是发出了这个什么样的声音呢？就是喊的声音，别叫喊，发出喊的声音，就是他眼睛疼得受不了，所以呢他就是喊起来，喊，对，就是一个停顿，就是一个相当于顿号、逗号什么，反正句间的停顿，就是说他不能忍受，他就这个发出大声的喊叫的啊。呆呢有时候可以当这个状语状态，这是喊叫着干什么呢？后边可景松松哇来，可景松松哇来，可景松松哇来。可景松松哇来，可是爬行，
这个词也是很简单，爬行。也有衰败破旧的意思，这个主要意思就是爬行。爬行经是和，就是那个同时做的动作，一边爬行一边干什么呢？松松哇来，松是走的这个过去时，走的一个特殊的过去时。这个走的另外一个过去时就是那个哈瑞度沁吧，那个沁就是走道。过去时走的过去时就走到了，沁那是一个过去时，这也是个过去时，两个都比较特殊。松松哇来就是爬着走，爬行一边爬一边走，这个松松哇来就是走啊走，就是走了很长的时间。他这还这个翻译叫不停的向前爬行，叫唤着。你看那个别着的就翻译成叫唤着，就是翻译成一个状语，叫唤着不停的往前爬。去哇来，这个你看它动词，它要后边加这个什么格助词的时候呢，它中间得名词化一下，所以它就加一个啊，后边是加爬是吧？就加一个爬，去哇来，就加上变成名词之后，它后边就能加格助词啊，或者拿它当一个什么词组来怎么使用，当一个成分就可以做了。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这种状态下发生后边的事儿。咱们那个前头说过，就译成叫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他一边爬一边喊这样的情况下，后边发生什么事儿呢？叫鱼里西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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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这就是一个地方，他这翻译的是国家，那个时候国家很小了啊，走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就好像现在一个。那个时候那个概念跟咱们不一样哈，就好像咱们现在到了河北了、山东了，就是一个国家。里西爬是这个国家的名字，这就是译音，所以就没有意义了啊。里西爬，它叫离什拔。后边忒汤涅瓦沁，忒汤涅瓦沁，忒汤涅瓦沁，忒汤涅瓦沁。忒就是指的这个里西爬这个国家，唐就是这个与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后边这个是什么呢？涅瓦，涅瓦是什么呢？涅瓦就是附近、邻近，这个相似、一致，还有一个意思亲戚。涅瓦就反正近，它主要的意思是近，跟你近啊，人就是亲戚，地方就是附近的地方，邻近的地方。某些抽象性质呢，相似、一致。就这么几个意思，这也是个常用词。像这个根本烦恼，然后还有一个随烦恼，随烦恼就涅瓦，这个涅瓦女梦根本烦恼随烦恼。所以它为什么叫随烦恼呢？它跟那个根本烦恼啊相似近，跟着它的，你比如贪，有的那个它跟贪相近，有的跟嗔相近，涅瓦是一个近，它还能这个词跟组成很多词。沁到达。他就那么叫着爬呀，就到达了离这个里西爬跟他附近的地方，就离这个里西爬很近了。你看他就到了这个国家附近。咱们整个句子看一下啊，说善士的眼睛疼起来了，不能忍受。这个乃就是这个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由于他不能忍受这种原因。是别着的就是着就是这个发出什么呢？发出高声，发出喊声，这结合起来就发出喊声呢，就是疼的他喊啊，一边喊叫着，一边呢火景松松而来，火是爬着，这个本身就是爬行，这个叫咱们那个军事术语叫匍匐前进哈，就是那么走。就是四条腿都在地上的，就是本身就是爬行。和松松哇来，就是这个松松呢，就不是指的它的姿势了，是指的它这个口是指的它的姿势，松松就是指的整个身体的移动，就走了哈。不管它是用什么方法走，它爬着呢，就走啊，有一天到达了离这个国家附近的地方，就整个意思这样。这也是《咸鱼经》里头藏就是那个，咱们来读一下啊。给敦米拿瓦，
给对米拿瓦，给对米拿瓦，给对米拿瓦，马学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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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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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紧松松瓦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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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里西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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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汤捏玩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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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瓦是附近，那个然就是鱼壳到达了这个地方，哎，就是到达了它的附近，就是一个拉宾。哎，这个里西爬这个爬呢，因为它这个是地名，这个没有道理的，它是要它的译音，所以你也不必按那个三音节呀什么读，就是跟它那个发音比较相近的读就行了。哎，咱们再来看一句啊，这个也是说动词重叠，重叠它跟谁连用呢？跟那个爬日，爬日是直至什么地方，是吧？哎，这个来从什么地方直至什么地方？哎，来从什么地方爬日就是到直至，就是一直到什么地方？咱们看这个，他这儿直到，你看他说表示直到什么之前，就是一到那个地方就为止了，没有到那个地方呢，在这个之前做的动作，表示这个意思。咱们来看这个具体例子啊，热却囊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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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是上等的、最好的，这个优秀的、殊胜的。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呢？最好，最好的，最好的是什么呢？却是法，却是法。囊瓦呢？前边这个前边学过，但是呢，学的是这个它的带哪弱的是农，哎，农呢是在哪儿呢？就是单氏太子啊，去向父母请求父母呢准许他到大海去取宝，用了一个农。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那个最常用的形式，囊瓦也是个常用词，就是什么呢？就是请这个领导啊、父母啊、国王啊准许，那个叫听许或者允许，这是一个意思。它的本身的意思呢是给的敬语，本身意思是给或者是做，就是做的敬语，就是做什么事儿或者办理什么事儿，哎，主要意思是给，就是给、颁发、授予，哎，这个敬语。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听许、允许、准许、容许。囊瓦这个地方呢，就是什么呢？给的意思。这个咱们先说意思吧，你们看一下这个下边，先说意思，否则的话意思不好理解。师母，这是《米拉日巴传》里头的。师母向师傅请求，最好是传法，至少也要准许待到伤愈为止。这个咱们这一般都知道，《米拉日巴传》都看过啊。就是米拉日巴到上师那之后啊，上师让他整天背石头到山顶上去修那个房子，东山修好了，还没修好，上师去了，谁让你在这儿修的？到西山上去修去。好，他又把这儿拆了，又到西山上修。西山这快修完了，上师又去，谁高兴就在这修了？到南山去修去，来回修，结果把背上啊给背那个就是破了、烂了、生了疮，就是那个流着血，哎，这个时候呢，他很苦，钱也没了，什么反正就是他师母特别这个同情他，所以师母呢就向师傅请求说，你最好啊是立刻给他传法，因为他目的是来这儿学法嘛。这个说你要是不给他传法呢，因为他师傅一直不给他传法，说最好是传法，这是不抱希望的。说你不传法呀，至少也要让他待到这个伤愈为止，他就可以走了啊。他是想离开来的，他也不明白他师傅什么意思，也是想离开来的。知道这个故事背景了，咱们就好理解了。热就是说最好，哎，最好的情况，最好的情况是什么呢？劝当了，就是给他法，哎，就是给那个美拉日巴法，就给他传法，这就清楚了。然后下边啊，他妈，刚才咱们学了一个他妈，刚才这边这个啊，这个是复杂，是边儿是吧？边儿他妈是最后，单独就是这个他妈呢，也是最后，就好像那个的一个简化字一样，就是最后末尾还有一个低略下略，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呢？
就是最低，就是最少最低，就是最不好的。哎，说最好呢是传法，说那最低限度呢，你也得怎么呢，让他待到这个商鞅好了吧？比如说最后末尾低略下略，哎，就是最低最少，就是这个意思。他这翻的叫至少，你来体会他这个意思。他妈就是最后，就是最低啊。最低限度呢，注意啊，他妈后边紧跟着一个翁，这个翁啊就是也的意思，就是也的意思。这个也呢可以不单独，可以就直接跟在那个单词后边，因为你看翁就好像一个韵尾似的哈。哎，它这是自己是一个单词，但是它可以直接跟在那个后边，就是他妈翁，哎，就读成一个音节了。他妈翁说最低也要，哎，至少也要。最低限度也要怎么着呢？妈削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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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就是创伤，就是那个一个病字旁一个仓库的仓，病字旁里头仓库的仓，创伤，哎，这个就是那个有结疤的，一碰就流血的那种创伤。另外抽象也叫过失，就是抽象的时候用就是过失。有不对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指创伤，就是他背上的创伤，背石头背的。这个血是什么呢？血是这个养育，这个安慰、补足，哎，主要意思是养育，还有一个意思是治疗、养病、治疗、治愈，治愈。就是这个把病治好，养育治愈，这是它的主要的意思，两个意思。这个呢是过去时，过去时表示是养好治好，就是前边那个创伤，就是养好那个伤，养好那个创伤，他那个都结疤了，都那个反正就是那个一塌糊涂了哈。说你让他至少也要养好了创伤。他这个用重复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耙日，就是倒养好创，倒养好创。为什么要用重复呢？就是养啊养，就是你得让他这个养一段时间，一直养到啊，哎，养好了创。用的过去时就是完成，哎，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养好了创，哎，一直到养好了创之前，你都得让他在这养，到这个养好了，哎，到为止，一直到养好了创。下边是得孤勇啊，得孤勇啊，得孤勇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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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得是这个，又是一个就是坐、居住、停留，哎，坐在那儿，居住在那儿，就是住在那儿，或者是暂时在那儿待一下，停留一下，哎，这个得。狗咱们前边也学过，说那个狗眼，就是如果用木头跟石头做那个本尊像的狗眼，就是材料，它的一个根本意思是材料。材料呢，还一个意思是财富、财物，还一个很常用的佛教里头常用的叫因，原因，哎，因，材料、财物、原因。现在在这儿呢，这三个意思都不用。他现在在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虚词，就是不表示实际事物的，做一个什么虚词呢？表示未来时的虚词。哎，就是说它跟着一个动词啊，这个动词就表示是未来时。哎，这古有这么一个作用，表示未来时。现在它用作虚词，就是它跟一个动词放在一块儿呢，这个动词就表示是未来时。现在这个它的动词是什么呢？说住在这儿哈，待在这儿。说未来待，就是说他因为他当时伤还不好啊，说你让他呀，你就是这怎么说呢？就是要允许他将来要在这待着，要一直待到呢伤养好了，哎，证明这个待呀就变成了这个未来时这个意思。下边这个永啊，永刚才说了是来过来，这是它的基本含义。还有一个含义是发生变成。还有一个含义是将会，就是也是未来的意思，未来动作的意思。哎，
说这个说将会让他待到养好了伤。这个永旺呢，注意体会啊，他在这有个什么意思呢？有个这个就是得到这种机会，有这么样一个意思。永旺就是得到待到这个养好伤的这么样一个权利，这么样一个机会，有一个得到的意思。发生变成希望将来发生这样的一种情况，希望让米拉日巴得到这样的一个权利，这样一个机会。待孤永外，待孤永外，这是个形容词，后边是什么呢？求哇，求哇，求咱们学的是比较早，就是那个请求是吧？报告，主要是两个意思，还有一个是消化，那个食物不消化变成毒就是求。它的基本含义就是请求跟报告，向这个就是上级这个尊者师傅，像这个咱们第一次见到的时候，就是米拉日巴的徒弟向师傅啊，就认为啊，就说为了众生无论如何要请尊者呀，无论如何需要请求尊者说一下他的那个一生，就是修，就是这样的修啊，就是请允许米拉日巴待到伤养好的这样一个请求。这个请求是谁请求的呢？永给批，永给批，永是母亲的敬语，在这儿代表师母，就是上师的这个这个明妃了。这个就是米拉日巴的师母，给是句格，这个就是由师母，批是献上奉献，献给师母献给上师一个请求。你看短短的后边这个句子就是由师母给师傅提出一个献给实际就是提出一个请求，提出一个什么请求呢？这有一个这个形容词，提出一个使米拉日巴得到这样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可以待到，可以住到养好了伤，最少也要给他这样一个机会，让他再养好伤。那最好呢就是传法。整个句子的意思咱们再通一遍啊。最好是给他法，最低限度呢也要也可以在汉文翻的时候就可以说师母向上师提出了这样一个请求。先把这个句子译了。然后什么样的请求呢？就是最好是传法，最低限度也要给米拉日巴待到这个养好伤的那样的一个准许吧。热却囊瓦，他玛翁马学牌儿，注意这个连读的动词都是单独读，连读的动词为了表示它是一再的啊，就是都不读成一个词。待归永位，修啊永给批，今天咱们就到这，还是就到这吧。那怎么念的他妈？那不是拿吗？他妈翁。为什么读他妈翁？你为什么读翁吗？拿。那个啊跟啊是他妈昂哈，他妈对，好，纠正的好，他妈昂对昂对，他妈好，最后纠正了啊。领读一下吧，这好，对，最后领读一下，咱们先把这个读一下啊。热却囊瓦，他妈妈学牌儿，待孤永位，
대구 용회 대구 용회 대구 용회 쇼와 용계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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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咱们翻回来，翻到这个动词，咱们来读一遍啊。银、银、拿、拿、月、月、读、读、气、气、搭、搭、穴、穴、年、年、嘎、嘎、戳、戳、炸、炸、鱼儿、鱼儿、恰、恰、着、着、翁、翁、용용我受了这个翁的影响，是吧？这是翁，看那个拿着的是翁，那个是昂，对对对。搭、搭、穴、穴、年、年、着、着、年、年、嘎、嘎、搭、搭、穴、穴、年、年、着、着、通、通、气、七、可、可、列、列、竹、竹、鱼儿、鱼儿、雀、雀、竹、竹、鱼儿、鱼儿、雀、雀、兔、兔、奴，奴、错了，怒、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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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雀、月、月、翘、翘、搭、搭、着、着、嘎、嘎、银、银、月、月、我擦、摩擦、我擦、摩擦、一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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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锅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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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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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锅儿啊，我读锅儿哈，不松气了，重读。果锅儿啊，果锅儿，火锅儿、果锅儿，火锅儿、果锅儿，火锅儿、略东、略东、略东，略东、果锅儿，火锅儿、果锅儿，火锅儿、左舵，左舵、左舵，左舵、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啊，这个刚才为什么读错呢？就是他经常嘎吱，所以呢，就人家一用那个原型就不熟悉了，他都是不认真了啊。掐菜，掐菜、掐菜，掐菜、叫吧，叫吧、叫吧，叫吧、倔吧，倔吧、倔吧，倔吧、蹲吧，蹲吧、蹲吧，蹲吧、特吧，特吧、特吧，特吧、滚吧，火吧、滚吧，火吧、别吧，别吧、别吧，别吧、东吧，东吧、呆吧，呆吧、别吧，别吧、别吧，别吧、打吧，打吧、打吧。打吧。句子，父母那人父母那人爱怕么？爱怕么？乌马台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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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魔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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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龙雀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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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挨了龙雀没塞，拿了龙雀没塞，挨了龙雀没塞，拿了龙雀没塞，看你台湾女婿，劝你台湾女婿，看你台湾女婿，劝你台湾女婿，空南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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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忙都撒索，哪儿忙都撒手，哪儿忙都撒索，哪儿忙都撒手，想吃脱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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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拉把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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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拉给奶，汤拉给你，汤拉给奶，汤拉给你，些人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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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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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奶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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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琼桥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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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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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是举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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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属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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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炖米，给炖米，拿瓦马学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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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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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紧松松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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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里西爬，鱼里西爬，鱼里西爬，腿堂也玩亲，鱼里西爬，腿堂也玩亲，鱼里西爬，腿堂也玩亲，
与李希塔儿堂也而去。日却囊瓦，日却囊瓦，日却囊瓦，日却囊瓦。他忙，他忙，咱们练习一下。他忙，他忙马学学牌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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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居用外，代居用外，代居用外，代居用外。小娃用给批，小娃用给批，小娃用给批。小娃用给批。好，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再学。